平安，今天7月22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将我们自己交在上帝面前，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带领着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恳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恳求你的旨意就行在这当中。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7月22日，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14章第17节到第29节。列王记下第14章第17节到第29节。犹大王亚玛谢在以色列王约华斯死后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他的事迹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暗杀亚玛谢，因此他逃到拉吉城，但他们跟踪他到那里，把他杀了。有人把他的尸体用马夺回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所有的犹大人民都选择他16岁的儿子乌西雅继承他父亲作王。亚玛谢死后，乌西雅收复了以拉他，重新加以修建。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在位的第15年，约华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他在撒玛利亚统治了41年。他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仿效他先祖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坏榜样，领以色列人犯罪。他收复了所有属于以色列的领土，从北方的哈马隘口直到南方的死海。这是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预言的。上主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自由或不自由的，都遭受很大的苦难，没有人帮助他们。上主不愿意以色列人永远灭绝，所以他借耶罗波安二世拯救了他们。耶罗波安二世其他的事迹，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以及怎样收复大马士革和哈马，重归以色列版图等，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耶罗波安二世死了，葬在王室坟墓里，他的儿子撒迦利亚继承他作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4章第17节到第29节。列王记下第14章第17节到第29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在这几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些王一个一个的过去，不管是以色列王或者是犹大王，就一个一个的过去了。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也很快的，有些人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留下什么呢？在这边讲到说，犹大王亚玛谢在以色列王约华斯死后又活了15年。所以在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这段时间以色列王跟犹大王的名字都是一样的，都很像的。而在当中也特别记载，犹大王亚玛谢在以色列王约华斯死后又活了15年。当然，他的事迹也都记载在他们的列王史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有些人要暗杀亚玛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在很多年前，在台湾的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也发生了枪击案。而前1-2个礼拜，美国在竞选的时候，也发生了要竞选总统选举的人，也遇到了这样枪杀。但是还好，这2起都只是擦伤。在过去，其实也有一些国家，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总统也遇到了这样枪击、这样暗杀的事情，或许有成功，或许没成功。而在当中，也就是我相信就是那种立场不同的，或者是会觉得你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不希望你继续做王，或者是想要篡位的，会想要有这样的举动。所以这边讲到说，有人暗杀亚玛谢，在当中也是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因此他逃到了拉吉城，但他们跟踪他到那里去把他杀了。所以在当中看到亚玛谢，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发生，而他也在这样逃跑。然而这些人依然跟踪他，依然尾随了他，依然完成了这件暗杀的事件。然而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依然是王，所以还是把他运回了大卫城，葬在大卫城的王室里。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怎么样，他依然是王，他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王，他们依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城，葬在大卫城的王室里。在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有一群人他们去暗杀了亚玛谢，而在当中人民就是选择他的儿子乌西雅来继承做王。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也没有离弃这个家族，而是希望过去的人就过去了，而在当中也继续拱这个乌西雅来成为这个国家的王。所以接着这边看到说，亚玛谢死后，乌西雅收复了以拉他，重新加以修建。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在过去，很快当这些王在过去的时候，接下来接班的是谁？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乌西雅收复了以拉他，乌西雅也重建这个城市，乌西雅也上位来承接他父亲的这个王位。当我们在看列王纪或者是历代志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这2个国家的这些王的对照。当看到这样对照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这个事情在往怎么走，怎么样去接每个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边提到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在位的第15年，约华斯的儿子耶罗波安2世做以色列王，而且他在撒玛利亚统治了41年，一样他们的首都依然还在撒玛利亚，他在那边统治了41年。当耶罗波安2世上任之后，这边提到说，他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情，依然跟他的祖先耶罗波安一样，所以他效仿先祖耶罗波安的坏榜样，领以色列人犯罪。这也是之前在谈的，他们北国以色列一直所拉的那个好像最好的那条基准线，就是耶罗波安线。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好像做得很好，但是依然只是在那个状况，依然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边讲到说，学耶罗波安的坏榜样，领以色列人犯罪。
当我们在看25节的时候，可以去思想一个问题。这边讲到说，他收复了所有属于以色列的领土，其实也在讲到说，前面的不管是南国北国，他们的国势其实越来越差，越来越弱。但是这边讲到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上来的时候，他做了41年，他在当中收复了所有以色列领土，在过去被占走的，甚至是那些附属国都离开他们，而这当中他一个一个把他们来收复了回来。也就是在当中可以看到，虽然在信仰上，在伦理上，他们犯了许多的过错，然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在当中讲到说，他收复了这许多的领土，所有属于以色列的领土。然而在当中，上帝也派了先知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所做的，这边也提到说，这是上主以色列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预言的。所以在这里面依然看到上帝的先知依然在当中在工作，依然在以色列当中，依然在对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说话，在带领着这个国家。虽然从耶罗波安一直到耶罗波安二世，这些王得罪了上帝，这些王所做的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也就是没有拜上帝，也就是离开了上帝，也就是远离了上帝，甚至去拜其他的神，去拜巴力。但是上帝依然看顾着他的人民。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就不用拜上帝了。但这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圣经里面一直记载这些人，但是也记载着他们所做的。然而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是在信仰当中该怎么做。或许我们能力很好，或许我们有很多的领导力，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整个来看，这边依然在说他所做的是上帝看为恶的。所以虽然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能力，但是我们是不是依然能够回到上帝面前，不单单只是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也能够行上帝看为好的事。因此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说，上主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自由或不自由的，都遭受很大的苦难，没有人帮助他们。这当中可以看到上帝是知道我们的境况的。上帝看见所有的人，不管是自由的人不自由的人，不管是那些人或奴隶，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境况。所以这边讲到说，上主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有谁，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当中所面临的事情，没有人帮助他们。确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我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会觉得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这边提到说，上帝都知道，在这很大的困难的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依然拣选耶罗波安二世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中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这个王去带领他们来脱离了这样的困难。所以这边提到说，上主不愿意以色列人永远灭绝，所以让一个有能力的君王起来。虽然很可惜，他依然没有悔改，回到上帝面前来，但是上帝依然使用这样的人。我们常会觉得上帝只使用基督徒，只喜欢那些敬拜他的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大能并不仅是如此而已。我们常限说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能力，上帝也会用许多的外邦人，许多未信主的，许多敌对我们的人去做许多的事情。因此当我们在看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常会发现他的角度一直是用信仰的角度在看，而不是在记载这些王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这边提到说，他的英勇事迹，耶罗波安的
许多事迹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在他们的国家历史当中会记下来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他即使有再大的版图，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爱讲的，其实上帝不仅仅是在看你的工作、你的能力，你是什么样公司的大老板，你现在有多少的身价，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因此这边讲到说他有许多事迹，但是都记载在列王史上，而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他统治了41年，虽然他的年日很长，虽然他的丰功伟业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也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边提到说耶罗波安24死了，葬在王室坟墓里，他的儿子撒迦利亚继承他做王。也就是这样一代又过去了。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2个王过去了，而接下来所承接的是2个王，乌西雅和耶罗波安2世。在这里面就提到说他们有收复了以拉他，收复了以色列固有的土地。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活，我们要怎么过。一代一代都过去了，而你想要留下什么？在你的告别式当中你要怎么样去呈现？许多时候都是用从后人来谈现在的事情。我们在看告别式，很多都是当孩子的或者是孙子的来回想这个人。其实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个人做了什么，他在想什么。许多时候当我们在预备告别式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的孩子根本不太清楚他父母过去的年日、过去的生活是什么，而这当中也可能只是一夜就这样过去了。当我们在看这些王的时候，这几天的这些王也很快就一些文字就带过去了。但是回来再看圣经里面一直在谈的是这个王他所做的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还是看为恶的。这样的评断标准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真心的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是要选择一个在这世上有很高的社经地位，还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我们常所选的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一个社经地位很高的人，一个可以奉献很多的人等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选择一个愿意跟随上帝，领受上帝话语，愿意摆上，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那美好上帝心意的人？许多时候我们都在选择这世上要我们所选择的，但是却不是回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也常看到圣经里面是在记载一些人，也记载了很多他的事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事迹都是记载在他们的列王史当中，无论是以色列的或犹大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你所做的在教会里面会怎么被记载呢？在你的故人略历当中怎么记载呢？在孩子的身上怎么记得你所做的呢？或许也像前面的，恨不得你赶快离去，恨不得你赶快消失在当中，或者是很舍不得你的离开。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好几个王所面对的，或许在这世上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王做得很棒，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虽然他在这世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悔改，没有回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这样很可惜的去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可惜的是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分享也会这样子，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可惜，他从小在教会当中，但是他却没有继续的留下来，他所选择的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的也都是这样，很可惜，虽然他的家庭家世很好，那怎么样，但是我们依然会很可惜他没有在教会当中，他没有持续的追求上帝的带领。有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读到了什么？是不是也读到了这个人，这个王，他的生命的展现？只是他很会做事情嘛，他的名片，他的人生履历当中可以写了许多事情嘛。但是当我们去到墓园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这个人，他的墓碑上面写了他的年日，他的姓名。有些人会写说他一生跟随主，有些人的墓碑上面所写的是上帝接他回去了。所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追求一生这许多的丰功伟业，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王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我们回想，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也让我们回来回顾今天所读的经文，也来默想，也来领受今天的经文。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留下这美好的产业。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犹大，他们都有很棒的王带领他们，当然也有些王，他们所做的，他们的能力不够，他们的信仰没有很好的坚持。但是我们期望我们的生命不会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跟随你的脚步来走，而在当中也继续领受你的恩典。现在主，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祝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些王，他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丰功伟业。但是里面也讲到很可惜的是，这些王常常是离开你，这许多的王，他们没有将你所看为不好的事情来把它摒弃掉。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是如此，我们离开了你，我们没有好好来跟随你，我们没有将这些不好的东西来丢弃，没有将这些不合你心意的东西来除去。主啊，这很可惜。但是主，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这许多美好的德性，美好的典范，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来跟随你。现在主，我们再次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赐福，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献上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他面前一起来敬拜。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你。